黃金持續下跌，跌破4000，最低到了3971， 4000要破，那麼接下來怎麼看？我結合以前的行情重點來分享一下。那麼現在是10月27號周一晚上的11點半，報價是3980附近。10月10號周五，從3970驅動一直到了4380，也就是3970是一個驅動點。這個可以說明一點，下半夜見底了。那麼今天到了3971以後，這個區間30多個點，今天已經是最低點出來了。我反彈小級別開4005，趨勢上來睡。現在是周一早上出了個高點，跳空低開反彈，把這個玻璃打破了，要下來了。還有就是前面提到過10月30號，為什麼是10月30號？其實這次4380下來以後，我的計劃回調到10月30號，要開北了，破了以後再來一段報復性的反彈拉升。4000是必須得破的，我定的時間在10月30號，它2024年的年底。到目前為止，周線級別就沒有跌過3周的，都是2周就結束了，那麼也剛剛好。本周還是陰，下周要陽了，這個是對趨勢的一個計劃。還有就是今天的下來，你們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是，這個其實說的是一塌糊塗。馬後炮知道吧？消息面到現在你真開心，那好幾個周五就有眉目了嗎？公布是利多，你實際去分析它是利空的東西。4144是沒上去的尾盤了嗎？連4110和4098都下去了，不就是衝高回落的嗎？你叫他怎麼上，真是對吧？所以這些消息面都是騙人的。